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。让我们在今天继续来到主的面前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让上帝亲自来教导我们。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，让我们也一样学习在赞美中，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升起，让我们在赞美中不断的提升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更加的来亲近上帝，进入到上帝的应许当中。我们一起来敬拜。手要不停高举，因你应许是我的信心。每个困难中，我经历神迹。赞美中，信心不断升起。泪水中，我依然高声唱。你的心事像大穹苍，你的应许总不落空。赞美中，信心不断升起，泪水中。高声唱，纵然前路迷茫，我心是望。你的话是灯，照耀前方。赞美中，信心不断升起，泪水中。深长，你的心事像大穹苍，你的应许总不落空。赞美中，信心不断升起，泪水中，我依然高声唱。升起，泪水中，我依然高声唱。你的心事像大穹苍，你的应许从不落空。赞美中，信心不断升起。泪水中，我依然高声唱。纵然前路迷茫，我心是望。你的话是灯，照耀前方。纵然前路迷茫，我心是望。你的话是灯。照耀前方，纵然前路迷茫，我心是望。你的话是灯，照耀前方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愿主你带领我们，让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来充满。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你的同在，去经历你的恩典。主，愿我们这块土地是你所赐福的，是你所看顾的。
纵然前路有许多的状况，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我们依然将这些都仰望在主你手中。愿主你亲自带领，愿主你亲自掌管这块土地。主啊，我们要将我们所在的这块土地完全的仰望，将我们每个人生命交在主你面前。我们要再次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。献上我们的祷告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今天5月29日，让我们一起来读《列王纪上》第22章第13节到第28节。《列王纪上》第22章第13节到第28节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这时，那去召米该亚来的官员对米该亚说：“所有的先知都异口同声说王会成功，你最好也说吉祥的话。”但米该亚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发誓，上主对我说什么，我就说什么。”米该亚到亚哈王面前的时候，王问他：“米该亚，约沙法王和我该不该去攻打拉末？你去打吧。”米该亚说：“你会打胜，上主会把拉末交在你手中。”但亚哈说：“你奉上主的名对我说话要诚实，这话我得跟你说多少遍呢？”米该亚说：“我看见以色列的军队四散在山野间，好像羊群没有牧人。”上主说：“这些人没有领袖，叫他们平平安安地回老家去吧。”亚哈对约沙法说：“我不是说过他从来不对我说吉祥的话吗？他总是说凶险的话。”米该亚继续说：“请听上主的话。我看见上主坐在天上的宝座上，左右站着他所有的天使。上主问：谁去骗亚哈，让他到拉末去送死呢？有的这样说，有的那样说。后来有一个灵上前到上主跟前说：我去骗他。上主问：怎样骗法？那灵说：我要使亚哈所有的先知说谎。上主说：去吧，你去骗他，你一定成功。米该亚最后说：这就是事情的经过。上主使你的先知对你说谎，而他已经命定你遭遇灾祸。于是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先知走到米该亚面前，打他一巴掌，问他：上主的灵什么时候离开我，向你说话呢？米该亚回答：你跑到隐秘的小房间躲藏起来那一天，你就会知道了。于是亚哈王命令一个官员把米该亚抓起来，送他到亚门市长和约阿斯王子那里，吩咐他们把米该亚关在监狱里，只给他一些饼和水为生，等到我平安回来。米该亚说：要是你平安回来，这就证明上主没有借着我说话。他又说：诸位，请记住我刚才所说的话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22章第13节到第28节，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然后今天大家看了感觉怎么样？在读经当中，也让我们能够跟上帝来对话。这当中我们看到这两个王约沙法跟亚哈王，他们好像这时候关系变得比较好了，他们能够一起去打仗。但是还记得昨天的分享吗？在昨天的经文当中，我提到了约沙法提了3件事情，3句话。第一句话是提醒说，我的人、我的兵都可以让你调动，但是要先求问上帝。当他们开始在求问上帝的时候，这400个先知在那边讲预言。但是在那过程当中，我相信约沙法心里很不平安，所以他最后还问了亚哈王说，还有没有其他上主的先知？当亚哈王讲到说还有一个的时候，然后一直在抱怨那个先知的时候，他也提醒他，你的生命要改变，你的嘴巴要闭起来了，不要在抱怨当中，而是调整你的眼光。所以其实我们在生命里面，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朋友提醒我们。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在我们教会生活当中，我们也需要如此，需要有人提醒你要求问上帝，需要有人提醒你要做查验，需要有人提醒你换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。在今天经文当中提到了亚哈王，他也确实又派人去找米该亚来。当他们去找米该亚来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官员，不论是以前或者现在的官员，其实都会有个问题，就是想要让他的主人开心，所以这当中都会用一些方式让这些官员，让他的上司开心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官员他去找米该亚的时候，就跟他说，刚刚那些先知讲了什么，你不要讲不一样的哦。所以所有先知都异口同声说，王会成功，你最好也讲一些好听的话给他听。其实我想很多人都会看脸色，很多人都会察言观色，在想到这时候我该讲什么。但是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就已经提到，米该亚真的是很白目，他不会去不会讲那些好听的话，他不会去揣测这个王想要听什么。当然他也知道他所要讲的这王不喜欢听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官员特别跟他提醒，说一点好听的，说一点好听的，不要一直讲那些话。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先知的作用是什么，他的工作是什么。我们看到先知的使命常常就是转述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人们当中。所以先知的话也很像是我们现在在用讯息在传的一样，会用赖来赖去一样，把上帝的话再转出去给下一个人。不是你去重新表达，然后讲到已经不知道意思了，而是我们看到以利亚跟米该亚，他们所做的常都是原原本本的把上帝的话带到那个人当中。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先知跟牧师所说的不一样，牧师常常是要去分享这经文的领受，分享这经文现在的意义是什么。但是我们看到上帝使用先知的时候，让先知们把他的话语原原本本的带到王的面前，带到这些人当中。所以不是你去诠释什么，而是你把他带到这些人当中。所以米该亚说，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发誓，上主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。就是如此，上帝要我说的，上帝跟我说的，我就照这样说，我就照这样做。这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啊。很多时候我们连这样都做不到，听了就不想去说，说了只挑我自己要的。这不就是我们在读经的状况吗？我们常常只挑我们想要的，在读经当中我们只挑我们要的。所以圣经里面
很多东西我们都把它砍掉，这些砍掉那些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去学习一些东西之后，我们就东砍西砍，然后添加自己的东西，然后到后来就变四不像。所以，我们生命里面常常也活得四不像，因为我们不照上帝的心意，我们不照着这样做。所以，我们看到先知很重要的是照着上帝要他说的，他就这样去说。他是先知道，他是先看到，但是他要把他带到人间。然而，当米该亚来到王的面前的时候，王问他：米该亚，约沙法王和我该不该去攻打拉末？这当中我们也看到，这或许有点调侃，因为前面的人已经给他答案了，好吧，你要我就给你吧。既然你想要这样的答案，那我就给你吧。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米该亚就直接回答他说：去打吧，你会赢。上帝已经将这些国已经交在主你手中，他已经把这些都交在你的手中了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米该亚他到王的面前的时候，王就问他：我该不该去攻打？米该亚说：你去打，你会赢。上帝已经将拉末交在你手中了。在这里面我们真的就要去看，究竟上帝给他的是什么。在这当中我们看到，当亚哈王他听到的时候，他也会觉得很奇怪，你为什么会跟我这样子先，而且跟其他那些人讲的是一样。所以米该亚这边也在想说：好，没关系，好，你要听好听的话，我就讲给你听啊。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做，既然你要听这个，那你就去听吧。人家来说怎么样怎么样，好啊，你要听他的，那你就去听吧。在当中我们要让你听到上帝的声音，但是你在当中所做的是你要听到那一些你想听的，而不是上帝要跟你说的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，究竟我们想要听什么，这是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去面对的。你究竟你想要听什么？当然在这对话当中，亚哈王也会觉得很奇怪，所以他跟他说：你奉上主的名对我说话要诚实，这话我得跟你说多少遍？所以在这里面他也知道米该亚应该不是讲这样的话的人，而且或许他的对话当中让他觉得是有蹊跷，所以他会觉得真正的答案应该不是这样吧？你是不是要老老实实的跟我说，究竟上帝要你说什么？究竟要说什么？所以他就跟他说：你要老实的说，你要诚实的说，上帝要你说的，你就把它说出来。确实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去查验，我们要去了解。当然，有时候我们要去知道这个先知的习性是怎么样。因此，米该亚就把真实的来对他说。他说：我看见以色列军队四散在山野间，好像羊群没有牧羊人。所以当中这样在表达的不就是没有一个牧羊人，没有一个领袖，没有带领他们的人们四散了。在当中不是一个军队了，不是一个团结的，而是四散的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。所以上主说：这些人没有领袖，叫他们平平安安的回老家去吧。所以这当中也是可以看出来，没有领袖是不是也讲到说领袖就死去了？原本应该是有领袖的啊，羊群应该是会有牧羊人的，人们应该会有领袖在带领他们。然而在当中所在讲的是没有领袖，没有人带领，这些人没有人去牧养他们，所以他们四散了，他们不知道方向，他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。所以当亚哈王听到这些的时候，他就跟约沙法说：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他从来不对我说吉祥的话吗？他总是说凶险的话。也就是说，他所带来的
都不是祝福，而是很多的咒诅，很多的惩罚。因此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亚哈王为什么不喜欢听米该亚所说的，因为他所带来的常常都是一些惩罚的言语，而不是那些祝福的话。人们喜欢听的常常都是祝福的话，上帝怎么祝福，上帝要怎么样恩待。但是在当中，我们看到我们遇到那一些惩罚的时候，我们常常，这也是人的习性，趋吉避凶。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很鸵鸟心态，面对到那些凶恶，我们就躲起来；面对到一些不好听的东西，我们就把耳朵堵起来。而这些官员也知道如此，所以他就先提醒米该亚，哪些该说，哪些不该说，你自己要斟酌。当然不止如此而已。我们看到米该亚继续说：“请听上主的话，我看见上主坐在天上的宝座，左右站着他所有天使。”他要阐述这件事情的经过了。在当中，上主跟他天使在讲这些事情。你们看米该亚，你们看亚哈王他所面对的，他想要去听，那就去听吧。上帝应该是让他看见真实的状况，但是在当中，这段经文在讲到说，谁去骗亚哈，让他到拉末去送死呢？在当中有很多的谈话，这过程当中也蛮拟人的，也就是很像我们人在做的事情一样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谁要去骗亚哈，让他去送死。所以在这当中，你一言我一语的在当中讨论。最后有一个灵，或许有人称它是谎言的灵，在当中要去骗亚哈。所以有个灵上来说：“我去骗他。”上主问他怎么骗，他说：“我要使亚哈所有先知说谎。去吧，你去骗他，你一定成功。”所以在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，是不是人多就一定是对的？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，人多不一定是对的。在开会的过程当中，人多就是对的吗？不尽然。当人聚集的时候，人多就是对的吗？不尽然。所以唯有回到上帝面前，让上帝来带领。当我们有所领受的时候，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来，寻求上帝的心意。我们就说要去查验，要查验。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约沙法所做的，也就是如此，要查验，不是只有听这400个人，还有没有其他上帝的先知在这当中。所以他所做的动作，也就是查验。是只有这个说法吗？这个说法真的是上帝的吗？还是有其他说法？当然，我们看到这样的对话当中，好像是都是从上帝来的，但是也唯有米该亚真实的领受那真实的预言。其他那400个人所听到的是那撒谎的灵，是那欺骗的灵临到他们，让他们都一起来回应，一起来讲。而讲出来的就是谎言。许多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啊，很多人也在当中也领受了谎言，而在当中也真的我们要回来看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情况。为什么会有谎言的灵临到你，而你不自知？常常就是我们生命是有问题的，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没有走正，你走偏了，你常常会领受了很多，然后你都会说上帝跟我说，上帝跟我说。但是有没有发现旁边有一些人就觉得很奇怪，这些东西怎么会是从上帝来的？这样的事情怎么会是上帝所给的？这跟他的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不一样，跟教会里面的教导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当约沙法听到那些的时候，他就有一个问号。我想都很开心啊，讲到说都会打赢，上帝已经将拉末交在这2个王的手上了，那大家都很开心啊。但是约沙法他又觉得不太对劲。确实从米该亚所带来的发现确实不对劲。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讲到说，上帝也同意那这些灵
去骗亚哈王，所以上帝同意说：“去吧，你去骗他，你一定成功。”所以更重要的是，其实上帝知道亚哈他并不想要听上帝的话。很多人会觉得，为什么会有撒谎的灵？其实这撒谎的灵，重点在于这个领受的人是不愿意聆听上帝的声音，他只想要听他的，所以他才会听到很多撒谎的声音，而这当中他也愿意听那一些。所以，当我们的生命没有对焦、没有对准、没有回到上帝面前，你怎么知道这些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也常常陷入在那状当，我们也常常只想听我们要听的，去面对我们想要面对的。所以米该亚说，这就是事情的经过。上主使你的先知对你说谎，而他已经命定你遭遇灾害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如此？当我们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这样？可以去思想，是不是我们生命有问题？我们不想要听上帝的声音，所以上帝使你的先知对你说谎，而他已经命定你遭遇灾祸。其实没有必要对你说啊，跟你说 A 跟 B， 你永远只选 A。因为这400个人所带来的题目就是 A，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就是如此。那既然 B 选项不是你的选项，那就不用有 B 选项了。即使选择只有答案，只有一个选项就是 B， 你也不想选，那就给你 A 选项就好了。所以在这里面去让我们看到就是如此。我们常看到人们只想要选 A 选项，就是好听的，就是吉祥话。然而 B 选项，不管有没有听到，很多时候都把它忽略掉。所以在这样过程当中，基拿拿这儿子西底家前面也提到，他们也贡献了很多，讲到说啊，我做了脚，让你去打，就可以把对方打赢。所以在这里面他也很不服气，过来就甩他一巴掌，跟他说：“上帝的灵什么时候离开我，向你说话？”其实很多人都很不服气啊。如果在先知的时候，他也很自高自傲，上帝使用我，什么时候使用你了？你什么身份，我什么身份？虽然一样是先知，但是他会分大小，就像很多教会一样是长老执事，也会分大小。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牧师也是一样，都在分大小。你哪一年毕业的？你哪个学校毕业的？你做过什么职分？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所以当中也会这样去分，所以才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牧者的职称出来。其实回来看，先知、牧师，这都不是职称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职分，让我们在当中去服侍，在当中上帝要怎么使用你，而不是我们在当中去分大小。因此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如果你的生命走对了，才有办法真正的去领受上帝要对你说的，不管这些是好听的或不好听的，是诅咒的，是惩罚的，是祝福的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西底家先知，他当然不服气啊。为什么我们所说的是虚假的？我们所讲的就是那撒谎的灵所带来的。但是确实如此，我们看到这400个先知，可能大部分先知都只想要说王想听的，所以他们讲到后来，他们很自然的就只会讲那一些。
或许他们只领受到那一些，因为他们过去就是如此。而米该亚很理直气壮的跟他说：“你跑到隐秘的小房间躲起来那一天，你就会知道。”或许是当你要被追杀的那一天，或许是当他被关起来的那一天，或许是当他被逼迫的那一天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看到，当亚哈王打败仗的时候，或许就很多人就会来追杀这些先知们。你们不是说王会打赢吗？那你们这些都是假先知。所以到那一刻，这些先知才会知道他们所领受的是虚假的。然而在当中，其实我们很难验证，就像我们平常我们很难去验证到底哪一个才是上帝的心意。这个人讲的好像也是对的，那个人讲的好像也没错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给人家一些劝告的时候，有时候也会觉得，真的就是如此吗？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吗？也像这时候米该亚讲的，到你开始躲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才知道，我今天所讲的是真的，你们是被撒谎的灵所欺骗。或许米该亚也讲，如果亚哈王能够平安的回来，那我讲的就是假的。如果亚哈王他没有办法平安的回来，其实也在讲他意思就是你们所说的就是假的。所以在这样对话过程当中结束之后，亚哈王就命令一个官员把米该亚抓起来，把他送到亚门市长和约阿斯王子那里，要把他关起来，给他最简单的饼和水为生而已。他说：“等到我平安回来。”哇，我们看到，如果他没有回来，他不就关到死了吗？然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米该亚他在讲：“要是你平安回来，就证明上帝没有借着我说话。”所以就是在讲到说，这个跟前面那400个，这个过程也很像是前面以利亚跟那巴力的先知一样。在那献祭过程当中，那一天很快，在傍晚、在黄昏的时候，就能知道巴力他们所献上的，上帝不悦纳，他们的神也是假的。唯有以利亚所献上的，有火下来，烧得很旺，把整个祭坛的肉、柴、石头，其实那些都烧掉、烧焦了。这当中也是一样。当米该亚对上这400个先知的时候，谁才是对的？没有那么快，要过一段时间之后，真实我们遇到后面再继续看下去，会看到亚哈王死去了。从这当中又回溯回来，才会发现原来米该亚所说的是真的，而我们看到后续这个就不是真的了。因此在当中也让我们去看到，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该怎么样，我们要去怎么样去面对这一些。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，到底哪一个是真的，哪一个假的，我们不清楚。所以在当中我们在讲的就是这样，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来。米该亚最后说：“诸位，请记住我刚才说的。”他刚才带下这样预言，也讲到说，要是你平安回来，就证明上主没有借着我说话。确实就是如此，上帝究竟有没有使用米该亚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当下来判断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用一些验证。我们透过上帝的话，透过之前我们对上帝的了解，之前上帝所说的话，我们透过这些来做验证。
但是也很重要的是，透过后面的事件，我们来做验证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看到米该亚所说的，就是我们从后面的事件来做验证，来做了解未来所发生的事情。如果照着这样发生，那我所说的就是真的；如果没有，那我所说的都是假的。这些先知才是真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不就是如此吗？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回到上帝面前？我们面对这许多事情，我们会纳闷，究竟哪一个是真，哪一个是假？而在当中，我们回来再看，当我们的生命要走到什么样的情况，你才会去领受到那真的或假的呢？有的是我们常常讲的，当我们愿意降服在上帝面前，常常与上帝同在，喜爱听上帝的话，让上帝的来掌管我们，让上帝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而不是我们只挑选自己喜欢的，去听我想要听的，去弃绝掉那一些我不想要听的。我们常常年纪越来越大，可以容纳的越来越少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更加争，更加论。但是重点是，你究竟有没有明白上帝的心意？究竟有没有让上帝的话语进到你的耳朵里面去？还是你只是想要跟人家争个你死我活而已？所以这个亚哈也让我们看到，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生命，很多人的信仰观。常常我们也说，很多人在说话，用了很多经文，甚至很多牧者在讲道用了很多经文，只是在为他所想的做背书，而不是真的去领受上帝对他说什么。所以，我们生命里面你要走到什么样的情况？很多时候，我们就只是挑我们所想要的，让上帝来帮我们背书而已。所以，这当中我们看到上帝，他并不想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，上帝不是一个阿拉丁神灯，上帝不是一个只会为人做背书的上帝，上帝不是人的附属品，上帝是这世界的主体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需要先回到上帝面前来，从领受上帝的话语，从经历上帝的恩典，然后再往下走，看见上帝的心意，顺服上帝的心意来走。在今天经文当中，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回到今天的经文，回到今天牧师所分享的，我们来默想今天上帝在对你说什么，上帝要你在当中去领受什么样的心意。让我们有点时间来默想。
所以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在许多时刻你没有放弃我们。虽然在很多时候我们离弃了你，我们做了许多的选择，你依然等待我们回来，就像那浪子回头的那父亲一样，等待着他的孩子回头。主，你也像这个对待亚哈的上帝一样，虽然他去拜了别的神，但是你依然让这样的恩典临到他，让这样的恩典继续的与以色列人同在。透过了以利亚，透过了米该亚，透过了许多的先知，要让亚哈王回头。主要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如此，你也常常希望我们回头，让我们回到主你的面前来，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。常常在我们得罪你的时候，所听到的都不是很好的，就像亚哈在说的，米该亚所说的，都不会是吉祥话，都不会是祝福的话，都是带来惩罚、带来诅咒的。主啊，我们也不希望我们所领受的是这些，但是愿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不单单是如此，让我们生命能够有更多美好的事物在当中。而这样美好事物，也就是因着我们跟随你，有你的同在。亲爱的主，愿主你带领着我们，让我们生命时时被你提醒，让我们愿意听得下这一些，因着我们跟随你，因着我们每天来到你面前，让我们能够听得下你的话语。当你对我们有提醒，当你对我们有这许多的要求的时候，愿你的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听得下，而不是领受那谎言的灵。主啊，让我们悔改归向你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愿我们所做的合主你的心意。主，我们要将我们弟兄姐妹仰望在主你手中，让我们愿意谦卑回到你面前，感谢主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恳求你悦纳我们所献上的。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希望我们每天来到主的面前，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。愿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，也愿上帝赐福你。